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今日来宾哦，过去伊捌做过黑手吼，少年时自台南起来台北发展哈，一当换过超过50几个这个头家去学功夫啦吼，正做是事业的这个基础。研发机械摕到真侪专利哦，做机械业真正有成就，名声是透全球。伊叫做梁兆辉吼，董事长。咱讲哦，伊早前投资这个塑胶袋啊，然后讲哦，伫咧1980年代尾期哦，为着要降低这个成本，想办法增加这个塑胶袋啊原料中这个碳酸钙这个成分哦，也就是石头粉啊吼。伫咧制作的过程当中咧，想讲敢袂使用石头粉来取代木浆来做纸咧，所以就结合环保的这个理念，用石头做材料，做复合材料这个环保纸，防水又个耐用啦吼。石头磨粉合成纸。辉煌专利名声头，今日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要来带你看伊的故事。伫纸面顶写字，买手甲纸放入去水内底 ，magic。这尔神奇，墨水竟然未倒开，到底是虾米纸这么厉害？原来这是一种用大理石石头加塑胶做出来的复合纸，或者石头纸。梁兆辉牛党的用10外冬的时间研发，生产线就伫咱台南。这粒啊，这纸粒啊，哦，迄是石头粉有40%，迄个树脂才20%，加这龙头180度左右。大理石磨做石头釉粉，温度吹落去，就变做石头纸的原料纸粒啊。纸粒啊，佮经过高压的风灌过来压缩。袂像油和春倒无了后，就法度互纸有更较好的吸墨性，嘛会使防水静电。这是规个机台的全自动的自动计量系统，等于数位化吼，把所有的计量拢自动的连续式的，唔是讲是一批落来。经过时间的演变，石头纸的机器嘛有进化。木匠迄种纸，甲咱这个石头纸真正无共款，无共。所以会当这个开发这个第2代啊，当原料各种原料甲放落，经过几工程出来，家染做，家染线了出来，才就才一张一张，就变一年，就当包装了，无论包装哦，就包就要出口啊，就要再去人客遐，互伊用啊。做石头纸的机械已经来到第3代，是哪做哪大。牛党的甲团队想要打造更较大的经济规模。但是咱这个制作工程就是一摆完成啊，就无去做纸粒啊，单直接一条线生产的。所以以后要来做较大的投资扩建，它会当搁摕到较侪利润，较保证品质吼。所以咱这个算无安怎拍会过，毕竟是每个时阵阮可以计算，你这材料的成本交木胶比起来较俗，爱做起来机械交木胶比起来嘛较俗。所以咱伫交木胶的共产能的之下，阮做起来纸应该会较俗。当然钱较贵，毕竟是因为咱的产能还袂遐悬。升级木匠做纸对环境的酸长，石头做纸嘛对着时代进步不断创新。咱蔡伦发明纸到即马几千吨啊！你看个纸发展到即马即个有温度的纸，用掉偌济人的时间，用掉偌济公司，用掉偌济资金来做这个物件，光卡20吨。台湾版的现代蔡伦用石头纸交出成绩单。今日咱好问到赵辉董事长啊，董事长，咱预告见面啊，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是哦，迄当阵咱去台南看这个工厂啦吼，实在有够大的啦吼。内底咱讲3台这个机械啦吼，拢伫遮来做呈现。啊，这3台包含着你过去40外档的这个成就啦吼。是啦，迄个经过20几年的研发吼，公司有做第1代发明，第2代已经进到第3代。这个第3代机械的产量啊，大约是第1代机械12倍。哇，这样子。是啦，但是不只是甲伊产量提升哦，伊这个机械规个是做 PLC 的数位化的系统，是，嘛增加 AI 的系统。人工智慧拢甲加落去。对。啊，这个嘛得到咱的政府。是经济部工业局的支持，啊嘛有甲咱奖励，是，这所谓的政府甲工厂啊联合一体，是，吼，甲这个物件做好势，有影，相信第1代到第3代啊，这时间头20年，20档哦，哎，实在研究起来不容易。这个第3代一张纸做出来，就是5米宽。5米哦，哎，5米，啊，较早是做米字尔，即嘛5米吼。啊，迄这只机械长度大约头有120米长。哇，这样长。是，但这只120米长的迄个机械啊，哎，这个离 AI 遐伫顺伫看，规只机械嘛用它4个人，所以非常人节省人工，省真济啦吼。是，只是讲吼，咱咧讲这个石头纸迄当中有这个概念，是伫你香港吼出差时阵，啊人拄好破病，无拄好破病啦吼。是啦是啦。这个状况到底是啥？为什么有这个破病啊？甲这个石头粉到底是什么概念？是啊，当啊时我伫香港感冒的时阵，打电话叫台湾，甲我寄药啊，加油啊！感冒药啊吼。啊，一方面拄啊摕即个药袋啊，但是看到头前的电视啊，伫报巴西的森林大会，是减少来撤球啊，爱保护咱的像比如巴西的迄个树啊，非常的这森林吼，减少迄个树啊的砍伐。啊，当时我伫咧食药啊，是个即个袋啊开的时阵，咱的药袋啊吼，哎呀，迄外口个写我的名啊，哦，你要石灰吼。哎，我头壳想讲，哎呀，咱要用塑胶来染石头粉来做纸呢，安尼会当减臭树啊。但係你念开始，我等下到公司的时阵啊，招6个兄弟啊，来开会，咱来做，迄阵叫合成纸好哦。结果兄弟啊，逐拢举手非常的同意。啊，所以他组织一个6人小组，6人小组吼。啊，开始来研究这个石头纸。是。哦，研究的动机啊，到今应该是将近30当前。是。就是迄当阵，因为这个破病啊，看到这个录卡内底啦吼，会当写你的这个名，佫袂断开，佫袂这个失去啦吼。啊，无想到讲啊，这个纸会当成做吼未来你的发展的这个主业啦吼。啊，其实要研发嘛是无遐尔简单。咱头头讲第1代到第3代啦吼，虽然讲你这个产量加遮济，会当变自米字变到这个5米啦吼。是。但是这个过程，你讲开30当久呢？所以有大家想讲，10年磨一剑，实在是直直进步吼。是。整个社会就是咧进步啦吼。所以未来有可能会继续研发会更较好吼。是。但是这嘛不是讲一个人的功劳，这是公司的干部团体研究人员。是。那么嘛要感谢政府多年来培养遮济 PLC 电脑的人才。而且结合一体，头发同研究这样自动化的机械。无可能讲靠我的时阵是无法度的，所以这是一个团队努力的结果吼。有影啦吼，你当阵看到这个趋势啦吼，豆就去做研发啦吼。啊，伫迄当阵你看到可能会当用这个石头来去做纸。啊，1990年代时阵，日本期待唔肯卖，就家己咱来做。是啦。是啦。当啊时的时阵吼，公司通过讲要来做这个合成纸的时阵，
因为做代志真小心。当时我是迄个向日本来检守报告吼，爱看这个到底真有人做无？但是去查到日本一间公司咧做。是。那么我就拍电话，要甲伊买机械，讲无啦，我有咧卖纸咧啊，无咧卖机械无咧卖啦，卖纸互你尔。是啦是啦是啦。啊，所以阮就但这条开始的来研究要安怎做纸。是。哦，用石头粉加塑胶。阮研究经过到1997年，是。大概80%的石头粉。加蓝入迄个20%的树脂内底，做出木匠纸，做出石头纸来。哦，这个会当降低真侪成本。是。啊嘛无染强酸、强碱、漂白剂。所以是一个制定非常简单。啊，成本佫比木匠纸较低。原料成本佫比木匠纸较低。是。的这个产品。系。因为讲咧要去做纸吼，较早吼蔡伦咧做纸，这个臭球啊，人讲吼，这个纸业吼，其实是一个真这个爱开足侪钱，你爱去种树啊，去臭球啊，对规个这个环境来讲，拢是无好的啦吼。所以这石头纸环保的概念到底是啥物？进买做纸的时候，伊的资金嘛拢真侪吼。所谓大陆有伫流行讲做磷、浆、酯一体化，就是讲你爱家种树啊。了解做纸浆，纸浆做完，再来做纸。据我调查结果吼，比较较大间的吼，伊的投资啊，大陆一间印尼的去投资啊，应该是开超过200亿个美金来做。200亿，不是代表是美金嘛？美金哦，所以这个做纸项目是真大。是。伫阮的时就讲，哎呀，机械研究好势，再靠。较侪人力量，是，甲伊股票上市，靠较侪人的力量，到发动完成，用石头做纸来代替木匠纸的美梦，看会成真袂？有影啦吼。所以你真爱，像阮这嘛是真刻苦耐劳去做啦吼。是。所以咱看到啦吼，其实你过去是做这个塑胶起家啦吼。是。这个部分。迄个想法嘛是讲啊，伫这个塑胶落甲内底，会当加这个石头粉变这个纸啦吼。所以你去当阵，这个投入这个塑胶业的时阵，其实有卖掉这个中国14间工厂遮尔济。是，我伫大陆吼，整场输出应该有40-50间有啦吼。但是个人投资，甲国际上港投资有12间。这个12间。到掉这个第一次，咱研究机械、石头纸机械无成功了后，则卖掉12间的工厂。甲这工厂卖哦，交你合作方，是，摕这钱过来研究石头纸。真正有影啦，就是讲会当用这个钱，当阵嘛是展现一个决心啦吼。对啦，有影啦吼，这个部分真正是尾啊才有看到这个成就，但是咱讲这个。石头做纸科技创新啦吼，这是恁上大这个理念伫咧啦吼。尤其咱讲这个环保这个概念伫遮，头拄仔你嘛讲着吼，唔免用着酸啦，唔免用着这个碱啦，漂白水，啥物拢免用，上条免这个种树啊啦吼。未来你会看到这个石头纸有啥物趋势？看到未来吼，像阮这第3代机械，佮包含阮共做迄时代研究的，就是个叫做。风水的瓦楞纸，纸板会当去做纸箱啊，吼。所以你迄个龙鱼木甲海参类啊，拢爱来用这个风水的石头纸。做龙的、做渔业的，对，拢会当透过这个风水的这个瓦楞纸。对，尤其食品的吼，因为伊风水，所以你这个纸内底。纸箱内底伊袂为着湿气来生迄个，生迄个生糖，毋是讲生糖啊吼，咱咧讲湿气爱生菇，生菇啦，大讲生菇，一个生菇的性质是有毒的，是，那用咱来纸来讲，即个物件拢会当排除掉，咱若去摕着有氮的物件，迄纸箱咧装入货柜啊，装入车的时阵，袂去互落落。
哦，哎，袂去落咧。啊，无你若一桶甲一桶甲塔做伙时，你若着湿细雨来天气相湿的时阵，伊就支撑袂掉，规拢放去啦吼。吼。所以未来阮研究啊，即个情形吼，伊的成本有源有法度做甲比传统的木匠纸的原料成本有来当比较俗。是。哦，这是阮上界欢喜的所在。嗯。是安怎看到未来呢？因为讲全球用即个木匠纸，用迄个木匠来做，还是讲回收的迄个瓦楞纸的时阵啊，一年应该用它的2亿吨。哇！那么咱若工厂会当做一年做40万吨的即个瓦楞纸的机械互人。嗯。咱若是2亿吨中间啊风水的，咱摕10%来做。是。安尼就爱2000万吨。2000万吨，你若拄一间厂一年会当做40万吨的时阵啊，这嘛爱做50吨嘞。所以伊的未来的前途，主要产品甲做好势，你未来的前途，这是应该是一个入吃的产业啦。吼。有影啦吼，所以咱讲，毋能干那纸会当用写的吼，对着这个农业、渔业啊，其他这个产业，拢是真有帮助的吼。是啊，尤其咱你也像咱的迄个人道来咧讲，咱迄啥呢？迄个要逮秋刀鱼，你海上掠秋刀鱼，啊，咱这个兼会当冷冻啊，是，哦，你零下40度左右的时都没问题，哦，这是防水石头瓦楞纸上界大，跟咱无共的所在。有影啦吼，咱等下嘛会讲到吼，其实这个石头纸吼。去这个白宫、美国 White House 吼，嘛有咧用吼，这个手汗落啊吼，真正是真实件、真出名的吼。啊，另外咱嘛讲到吼，这个纸，改做成精品吼，嘛摕到这个经济部的金质奖吼。所以咱来咱看到讲石头纸，毋然咱头拄讲的农业、渔业咧用啦吼，其实这个精品纸，伊嘛是会使正做是真受欢迎的一种纸啦吼。是，这个纸会当来做精品的手提袋。啊嘛，这个精品的迄个笔记簿是，你去年2019年，龙门第一摆去参加这个精品奖，嘛想袂到，互因评定了，去得到金质奖吼，精品奖的金质奖，当中的金质奖吼，应该是1名到10名，这有10名，10名迄个名额呢啊。想袂到嘛会当得到这个奖，这是我较想嘛想无的代志。这个金质奖内底吼，其他拢是这个科技业吼，咱是透过这个纸，亲像这个文创商品会当摕到这个奖，真正是无简单吼。是啦，真正是无简单，爱甲你这个比一下赞一下吼。咱继续要来带大家来看讲吼，其实咱讲这个石会。这个董事长啦吼，其实过去真正是艰苦过来吼。出去头拄嘛讲到是6兄弟啊做伙生活啦吼，啊家己嘛是这个双生啊，是弟弟。啊，当阵你有讲过啦吼，这个妈妈一个人爱一边啦吼，啊过去拢伫这个涂骹咧耍，啊但是这真趣味这个代志吼，咱先带大家做伙来看讲，其实这个石会董事长吼，伊成长的这个过程。现着这张超过1架子的老相片，互让石会董事长回想着足侪囡仔时代的记忆。所以我甲阮哥哥是双生啊，去到田的时阵，遐有乌两个窟仔，阮等的窟仔。细汉的还阁袂行的时阵，窟里个窟仔是摕土开食嘛。他嘛想要到未来，他做石头做纸。石头纸，互让董事长会当养饲厝内底的人甲员工。其实初因是做塑胶落啊起家。哦，阮爸爸算伊是按乌竹出身的，较早伊个带过百几间的工厂，所以伊的经验个按遐做足侪累积，啊，甚至交阮阿叔阿伯做伙开公司，然后做工程、做机械。伫机械业豆啊徛起，但是事业有时嘛会起起，拄着未过关的时阵。等下阮做兵转来的时阵，嘛阁继续做这个工厂。当然是这个工厂啊，阮伫发展迄个塑胶袋的制作，但是发展伊有瓶颈啊，我嘛家己发现我的能力无啥够。张伯带工厂是学师学技术，哪做哪看，
技术哪看是哪个捡起来。咱利用一年的时间，有去带57间的工厂。这个中间是看人的管理方法，第二看有啥物设备机械传动会当用于我未来发展的。早期的人较少嘛，就是在研发者人员，就是爱落去试车，试了无好势，再搁改，甚至阮用暗时试到3更半暝，我嘛咧试，两栋嘛是，伊是本身是一个机械手、机械业的人，一个前辈，伊做塑胶机械做足久，所以伊嘛拢家己亲身咧试车。成功研发的过程，毋是牛党的一个人的功劳，其中自失败到研发成功的过程，老员工嘛是老朋友，上知影内底的心酸。迄阵啊，真正这个加班的时间嘛足多，嘛毋是讲干那永远毋是加班，假日嘛是拢出来加班，因为要试机械就是紧一气呵成，看紧甲试用起来，这敢若会使讲患难兄弟啦，亲身和员工落去做，才有即阵的成就。基本上我感觉做这个工课上忝头的是个所在，是做这代志，其实无人会当体会到伊的困难度。所以这比成讲家庭爱互阮爸爸这有伊家支持，会当去专心去做这个代志。较苦嘛，就爱研究。尤其阮是增加囡仔大汉的，刻苦耐劳是阮的本性，所以会当行到今日，我嘛是总欢喜。我嘛是战战兢兢的，把伊股份化，会当上市，互大家共同来参与，摕着50几家的土地啊，咱就伫即个所在来甲发展，是，互后一代发扬光大，石头磨粉合成纸恢弘专利名声头，今日继续，咱来访问赵辉董事长。头拄咱讲到，咱讲迄当阵妈妈，这个爱上生啊，你是弟弟啦吼，一边爱一个啦吼。迄当阵你讲拢伫涂骹咧创啥？这应该是讲我出世伫一个农村的家庭，爸爸妈妈是来务农，是，但是我是拜。我相信啊，我哥哥是第3，我是第4。听妈妈较大汉讲，我才知影，讲细汉的时阵，要去远做事，那么较早有迄摊蜡，就相信啊，就将坐一面，妈妈就甲阮打来，打去较远的时候，伊袂真买粉，远面有乌两个窟啦，是，拢。手换涂炭会着，加加啦吼，两个就是拢甲你放喺咧窟仔内底，互你袂乌白白，乌白白。想到即阵也是讲，妈妈事后，阮大人讲，哎呀，恁伫咧远的时阵吼，手安尼撒着涂着食，所以等下去放涂屎。但是恁身体肯定较用，我嘛是。无，伊若无讲，我嘛毋知咧。是，就是讲，庄稼人伫农村的时代，细汉，实在是乌白痴乌白大啦吼。但是嘛是讲爸爸妈妈都真用心啦吼。这真感动啦，感动时代人啊，安尼甲咱请养大汉啦吼。是。所以咱嘛看到你真正嘛是有家己有想法啦吼。伫农村起来，当阵伫台南起来，甲这个台北。一年讲换50几个头家，这是安怎？这因为你这个做石头纸以前，阮创办一家公司是人兄弟啊做伙做，这个是做塑胶的设备，那么当时我感觉讲，这个机械要出来的时阵，要叫人客来维护这个机械有困难，甲刀啊切袂断。一张塑胶袋薄薄啊，要甲切断啊，切袂断。所以我头个理念讲，安尼用一支刀来切，它会使。
但我经过他半当的试验，甲落去做，一直拢无成功。是，迄阵感觉讲，家己去外口看了是上少，所以我伫22岁时就决定，爱来台北搁研究，搁去研究吼，去带工厂。是，所以离台北，我住伫即个组一间厝，离迄个3年埔。加一条梯椅啊，尔，买一个门床，梯椅啊一张。哎呀，这个梯椅啊，尔，一个棉被，徛照倒摆就去学功夫啊，哇！所以当时离化生路啦、离田埔啦、顶新庄即个khu咧啊，他的一间工厂能他带3工、2工，甚至较久有1礼拜。是。所以一摆因公司拢因咧3、4间。一摆因3、4间起来，对。啊，若有运气，就先去看2、3工一个安尼。是因为感觉去到地，感觉即个无啥物人好看。啊。对我无帮助的。是。我就来离开。就甲头家设置真歹势。为了看到较大间工厂，一方面学伊的管理方法，一方面学伊内面一寡技术去了解。当我了解完，游完我嘛是离开。是。因为我目标。就是要看物件。你讲安尼偌久？这个时间他了11个月。11个月啦吼。刚开始到11个月。甲这个物件看看，转到台南，是开始个重启这个研究。转来的时阵，甲旧的迄只机械甲改掉，应该无超过3个月，就出师啊，就对啊。我迄个一支刀啊，就甲塑胶袋啊切断。即个塑胶袋啊，伊封口拢袂走，搁切断。是。当时的时阵，第一批我拢敲电话招人来看的时阵，第一批就卖30几只。所以等下奠定基础，因为讲这以后拢免教刀，封口拢袂走。因为有做塑胶人，才会去了解这个。因为你迄个封口若走，那像咱一块塑胶袋啊，刻起来的时阵，鸡卵甲落落的时阵，下底无封口的时阵，落底，规个落底，伊就当下鸡卵破就脱口。所以这个发明原来真重要。是。嘛，甲阮合作的公司、兄弟的公司啊，带来了真正丰厚的利润。所以即阵咱咧用这个塑胶落啊，这个有封口，你的这个习惯。是啊，这公司还搁咧做这间迄个农盟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即嘛交我相生的哥哥，是，伊来伫华金工厂来伫生产。哇，即阵到咱即阵搁咧用呢吼。是这间公司做机械做到真已经有45档左右啊。是。就离迄个1997年交我哥哥是来华。是。有影啦吼，所以嘛当看到这个双生啊，也是讲六兄弟啊，这个感情真正非常好啦吼。是。所以你过去这个六兄弟啊，做伙拍拼的过程，咱搁请这个就会董事长甲咱分享一下。就是啊，我会记这个1975年啊，我为着要个作品回来了，为着这物件要做的时，就是六个兄弟啊，电话靠六个兄弟啊，讲大家股东并齐回来创业。是。迄间创业迄间公司叫农盟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专门来做塑胶袋啊机械。是。甲压缩机啦等等，当时有得到咱迄个外贸协会的支持。是。阮兄弟嘛真认真，为化财务为做业务为做工厂，所以阮的迄个销售啊，外贸协会带阮去国际的场所参加展览会，选择卖机械。是。所以当时政府真鼓励鼓励讲甲你补贴一寡迄个运费啦，甲你补贴一寡单位费啊，互咱来讲去外国去外国参展，选择卖机械。是。所以伫这方面啊，也有得到政府的支持。咱咧讲实的吼，所以这个机械销售啊，根据
有在案的哦，应该有超过180个国家。180个国对家，，因这个外销农门的迄个设备吼，厉害，我嘛拢真欢喜啦吼。是，但是这嘛是交阮哥哥去继续来经营啊，吼。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这个部分这个兄弟啊共心啦吼，做伙去打拼无共款的这个事业啦吼。是啊，其实咱嘛使看到讲，这个销较济物件啦吼，还是讲销遮济这个机械落去，其实这个专利的物件，你会当合作是这个专利王的吼。我唔敢。是，这是一个团体的问题，不是家己的问题。专利的部分，即阵摕到几张？我伫迄个起头，咱摕到迄个40几个国家的发明专利哦。是。包含中国大陆、俄罗斯啦、美国啦，整个欧盟。东海沿一家较迄个无工业的国家，咱就无需要去申请，是。避免浪费吼。但是这个40个国家，日本的专利上歹申请。摕出申请的时候，等10几年才互咱。10几年。系。美国拢2档，叫咱台湾拢变紧。是。中国大陆嘛是头个3档就好咱啦，但美国但是日本，10几年才摕到个专利。是。好，等真久呢。无法度啊。所以这个部分安怎去甲因沟通，还是讲这个过程啊，佫有啥物去拍拼的无？这个是你讲咱的石头砖。是啊咧，咱若是。咱这个技术已经是真成熟啊。第三呢，用未来嘛是要继续研究，看当个进一步去较提高无。这是伊的经验吼。是。那么我嘛是有筹备他的伫迄个，伊拢总有50几万赫米的土地。准备未来5年6年，互公司发展使用。是。吼。东高原最主要是咱的迄个，咱的原料成本比木匠较俗，所以未来的前途，就是伊的差异真大，所以是有理可图。是，所以这个研究啊，到路用，但做开无钱赚，这个设备你嘛无路用。是，所以看到这个全球足侪这个国家来甲你学习啦吼，亲像这个瑞士还是讲外交部拢带这个因的这个官员来去看恁的这个设备。是啦，外交部有带迄个像阿根廷啦，其他国家来甲咱去遐甲咱参访。是，为参议员啦，为教育部长啦，讲未来会当纸爱用这个纸做教科书啦，等等拢有。是，政府嘛足支持啦，韩国部足支持，这是真欢喜的代志。是，因遮来看的，互你啥物回馈咧？拢甲你讲啥？拢讲哦，真正是真好用安尼。因真欢喜看，拢真欢喜啦。但是虽然讲投入这个纸的生产啊，资金拢较济啦。是。11万要投入做纸，应该是袂做一啦。所以投入这个木匠纸的生产，那年产10万吨啊。是。挂厂房的建设啊，这拢爱上80亿以上。这尔济？是。你若10万吨爱投遐，因为厂地甲起工场、机械是牵电等等所以你从话若是私人要做，有的人讲我有80亿，我去做要创啊？讲有30亿都唔做啊嘛，咱来讲事实的。所以你要叫人开一件事，有的人是无法度的。所以做出来的行业拢较大啦。所以我嘛是战战兢兢的，把伊股份化，会当上市，互大家共同来参与。咱在等下有摕到50几家的土地啊，咱就伫这个所在来甲发展，是，互后一代发扬光大。这是安尼。真正所以这个未来这个党的遮有推测到这个50几家的这个土地啦是。所以，佫要继续来建这个厂啦吼。是。所以伫台南这个所在吗？台南这个所在就有30公顷啦。有影。阮即摆去申请的时阵，可能你头仔讲阮举办一个公听会。因为这个土地要来做工厂的时阵，一定爱举办公听会，互大家知影。看你这物件有染无？是。这个地，阮用要来做工的用地，应该是28.66公顷。哇，这尔大，
所以这个部分啊吼，咱来看讲伊的这个未来吼，到底是倒位去做这个规划这个部分啊，先做位来看。我们恭喜台湾龙盟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得奖的产品是防水耐用石头笔记本系列，恭喜得奖的企业。石头纸防水的特色受到得奖肯定。牛党市长的第二代自国外留学回来，伊的创新，让石头纸有新的生命。去参加这个金品奖的选拔，而我这个思想是讲，咱认真做代志，把这个物件做产品做好起来。爸爸只有甲支持俩，但我真庆幸的是，这囡仔拢真认真，无变歹啦。我若对人真好气啊，尤其选择澳洲迄阵的成长，我感觉也是正确的啦。吼囡仔大啦。咱爱尊重囡仔意见，尊重囡仔的创新，但是对囡仔接班惊伊伤忝，牛党的有新的想法。当然，我嘛较早的想法无需要囡仔接班，甲伊经营变是一个职务经理人来经营这个事业啦。但是发现囡仔有兴趣，毛一个真侪创新嘛，吼。从按阮爸爸的形象，我是学到足侪是无去做。明明去做足侪代志，哦，反而去做，直接做代志，做代志可以当学到物件，佮有经验，唔免去做，哦啊，你才佮有迄个量，啊佮有迄个福。是毋是直接接班，也是做专业经理人，拢有无限可能。但是不要紧，互相学习，互相吸收新旧概念。牛党的嘛，动用有能力的员工做特别助理。4年前吼，阮伫咧德国有一个展览，迄个时阵呢，阮党也嘛有去，但是伊想要去看即个展览其他的物件，所以迄个时阵爱有一个水桶的一个会晓讲英文的人替安尼来翻译，所以迄个时阵伊就甲我讲安尼，Alan你来参我做伙行，啊，转来甲台湾的时阵，啊过无一礼拜，就讲党的有代志要找我，啊我迄个时阵惊吓，我想讲啊是毋是我做啥物代志毋对伊？叫去伊个办公室了，较决定讲要来甲我带咧身躯边来甲我甲我指导甲我教，啊是煞会咱替伊来做去伊身躯边一个机器的工课。同在小在看到牛党市长，虽然对员工有要求，但是私底下拢嘛亲像一家伙仔同款，关心再关心。伊的宪兵较早出身的，所以即马吼。迄管理拢是用这种说一不二的这种管理方式，但是呢，伊伫咧私底下对员工真正做照顾。伊要努力去完成的时阵，其实产品啊名是无啥物差别。哦，伊会专心专意去完成这件代志。可能就是宪兵出身，做代志又个认真，牛党的嘛改变命。所有物件毋是讲立一个就成功了，若立一个成功，别人去做。轮袂着阮好康，互阮做啊，所以这个路爱去加长。我嘛可以讲，明日咱来当做投资者，咱来共同培养较侪专业经理人。无经营事业是真辛苦，啊，所以咱得爱甲理论做好起来。但是未来石头纸有真侪种可能，可能伫未来嘛有真侪种挑战，拢会外靠侪成员做伙来拍拼。咱讲石头吼做纸吼，其实真正有这个规模啦吼，啊，这个董事长头拄嘛讲到，这个规模一定要做大，后才有法度有这个，咱讲有法度有这个经济这个利益走出来啦吼。啊，其实咱嘛讲到这个团队真正真用心啦吼，这个家己的后生头拄嘛有讲到吼，用这个写这个笔记本啦吼，来去做这个金质奖这个推送啦吼，所以伫遮嘛咱看到讲后生嘛是家己斗相共吼。是。嗯。这间公司发展啊，毋是靠一个人，
是要靠团队，是，无论是管理方面还是技术的方面，吼，啊，就是一定爱整体去行。所以，我感觉讲，伫我做的过程中，机械研究啦、化工人才啦，吼，啊，甲 PLC 电脑人才啊，哦，这拢非常的重要。吼，咱正为着要规个数位化，这个机械若无数字化，AI 来讲无法度人竞争。所以不但是讲家己的团队，外口的迄个人才，咱嘛是爱聘来做顾问。是，要去倒位找？而且就是讲，咱伫平时的中间去了解，了解一些不错吼，啊，了解真侪，伊对这方面真熟，啊，咱就甲伊聘请来做顾问。吼，所以维有顾问啊，维有你的研发团队，还要交叉，即是拢爱开会来了解这个代志来做出来吼。同阿言后生真认真啦。吼啊，伊即摆就是介绍讲，咱这个做起来参加金品奖，是，啊，他去得迄个金质奖。我嘛是真肯定啦，因后生但细汉到大汉哦，真实实在在啦。但是伊对讲这个物件真有信心啊，真伫行。但是我感觉讲是做头路是辛苦的，是要后生才会辛苦无？哦，但咱来有这，所以我有常咧甲阮亨利讲，咱一定要聘请专业人才，培育专业人才来换这个工作。吼，唔是讲私人来换，这上辛苦吼。未来若愈来愈大，你若无培养到这个专业人才，那不要经营好，因为太苦了哈。那有专业人才，我们公司赚钱应该是要给他们多一点利润，多一点奖励。你讲吼员工吼，员工啊，你的干部拢共款吼，那自然这家公司大家都会认真去打拼，这会拍拼啦。对哈。是。所以这是一个团队的问题吼，不是一个人讲哇我头壳偌好，就是说我们的构思说未来向这一边发展是正确的。安尼的时阵，就爱交你这个团队共同努力，共同拍拼。有影啦吼。是的。所以真正看到这个董事长真秀才啦吼。是的。是，咱阁看到其实吼，你伫这个你家己身躯边这个助理啦吼，嘛是伊对你去世界这个展览吼，你看到伊这个语言的天分啦吼，所以我甲叫来身边做这个助理。哦，你即讲到阮迄个 Aaron，我去德国参加展览的时阵啊，因为我都唔捌英文，啊，就带伊去对我的边啊，去看人的机械，啊，去甲问，啊，我发现伊非常有礼貌，真诚实。啊，这囡仔头壳阁好，英文阁在美国一段时间，英文阁好，所以这我就甲叫来边啊，来培养伊做一寡机械的生理。所以阮每一项机械要出去，阮拢爱替人去做经济分析，可行性分析报告。哇，这个机械，这个厂要安怎设啊？到底会赚钱无？咱爱甲咱的客户讲，或者未来咱若生产60%，你的损益平衡无？啊，你若生产70%、80%、90%的时阵，你迄个报酬率是偌济？哦，土地无算的报酬率有达到35%以上无？哦，啊，你若安尼的时阵，咱若是讲，90%有35%，我做60%，敢会了钱？袂，还佫有钱赚。一定要甲替人客想。是。因为人投资遐侪钱咧，你若假使讲做无好势，咱去人骗钱，迄就唔好。所以你逐工拢爱甲这个数字变脑筋的吼。因为我爱看原料着钱无，机械设备有偌侪钱对毋对？啊，来甲伊这资料，安尼搁甲伊看一下，若有叫伊改。啊，若报酬率歹，我讲你机械，像你做一款机械，咱机械继续爱搁会当搁共小看互人的报酬率较悬嘞。
吼，因为对方的薪水较悬，啊，你若对方的薪水较低，就较无要紧，吼，这拢有配套的吼，啊，但是都是为了客户啦，吼，拢为着客户来甲做这物件，安尼以后咧，商务谈判会较顺利啦，吼。袂使黑白开讲我要卖你偌济钱，一定要有它的基础在。好，是啦吼，就是讲这个钱有偌济价值，咱就报实的去啦吼。是，真正吼，就是甲你的这个做人共款吼。安尼回过头来看讲，咱拍拼这个遮尔济档啦吼，咱做一个经营者也好，还是讲做一个厝内这个爸爸也好，你感觉你的这个角色伫讲甲这个厝内有啥物无共款无？进离卡离迄30几岁的时阵，当然的管理方式，那像我做宪兵共款，管理真严格啦。但是你的公司已经趁钱了的时阵，你一定爱互即个对你的人，当然甲第一是兄弟姊妹嘛吼，第二个时阵就是你的工人，你一定爱加一寡利互你。哦，这是咱的迄个想法啦吼。当然，咱伫以前行过的路，感觉咱出去讲英文讲无，销售遐一个国家英文都讲无，所以细汉的时阵，1989年的时阵啊，我就带太太甲这3个囡仔就移民去澳大利亚。主要目的就是要澳洲读册。回捌英文，吼太太加来，这个囡仔3个囡仔，伊是无微不至去照顾啦吼，衣食住行拢总顾掉的，甚至遐细汉要去学校读册，拢嘛爱载去载回来。哦，所以我讲太太嘛真辛苦啦吼，但是囡仔甲伊照顾遐大汉，照顾到3个囡仔拢读墨尔本大学。毕业，爱他回来台湾，哦，阮太太，这个亨利，伊嘛拢去美国留学，吼，查囝话嘛，这个走日本留学，吼，这个拢伊若拢成家立业啊，我嘛真欢喜。来看孙仔，哇，最近他的因迄个孙仔嘛，甲去澳洲读册，一段时间拢嘛来找阿公算，哦。几个月无看到孙仔，嘛是痒痒啦。后咱讲实咧，这阿公的人嘛拢会听孙仔啦，嘿。所以看到这个厝内底的人吼有成就吼，家己厝内底的这个3个囡仔吼，有去美国，有去日本的，去 Australia 读册啦吼，拢真有成就。尾啊，你嘛有讲着吼，无一定爱因来这个接班吼，但是这个专业这个经理人会当入来吼，但是真正是徛伫因唔甘遐，唔甘因遐尔辛苦遐，但是后生都要拍拼。事实讲是安尼啦，因为讲呢，离我奋斗的过程较近吼，这主管这头家是无眠无日啊，吼。有当时暗时10点嘛，为了公司的代志伫想，吼，要安怎较好，吼。有当时半暝嘛，为了研究的情形嘛，半暝嘛爬开画图咧，吼，所以你这。甲这个物件，伊的后生，我有甲讲过，咱人才若培养好，咱就当做一个到处者，唔是经营者。我们要有专业经理人来经营，我们只要是说事先跟他谈好，我们获利多少，我们给你多少奖励，达不到要换人。哦，我这就是这个拼好的吼，对，一定要叫咱这要专业经理人，那个时阵哦，较会永续发展啦，哦。因为这人才呢培养好，你这个公司就永续发展得去啊。不要人事，都用这个，他们用制度来管理人。用制度来管理人啦吼。这嘛咱看到，这个甲过去还是讲吼，一般吼，大家咧想讲传哦，这个厝内底人就好啊吼。这是较无共款的这个观念吼，就是讲，若是要互一间公司企业化搁较大的啦吼，这是一种方式就对啦吼。是。有影啦吼，咱嘛看到讲，其实哦，你头先嘛讲到，你做宪兵啦吼，初期的时阵有这个经营这个理念吼，伫这个公司来执行，但是买手有趁钱安尼转变，但是对你的人生来讲咧，做宪兵来讲，是不是拢是甲这个精神吼，一直藏伫咧心内？是啊，因为
应该会安尼讲吼。是。你真较大汉的囡仔，哪有较有刻苦耐劳的心嘛吼。比如讲，你细汉的时阵，阮就爱骑脚踏车，一工拢爱骑踏到9点钟去到学校。9点钟哦。 9点钟。所以细汉当然嘛袂当讲，互你迄个是我初中的时阵。你当来的时阵，咱农业社会，当然嘛爱饮茶。讲饮茶你可能唔知。饮茶咧，走来然后。啊，饮茶来兄啊，用拄抓枣吼，拄做猪料吼，爱杀猪料，是迄个啥？是迄个番薯叶，加迄个番薯干，做伙来甲伊煮互猪啊食。所以你这个时代，少年的时阵吼，培养着这个刻苦的精神，这是农业社会吼，充分就去感觉到吼。所以未来做头的时阵，你的艰苦比别人较济的时阵，你承担得起。我若像真，虽然讲囡仔，咱就会出生伫较好家庭，伊无经过这段，你就会较无遐刻苦啦吼。啊，所以伊的生活若较好的时阵，伊就袂去想遐。是。吼，啊，这是咱，我咧讲，因册读较济，因有家己因知影要来去做。哦，安尼补助安尼甲讲一下吼，就会使。啊，咱咧讲的讲，培养这个可以跟人家低头，但是自己要有志气。哦，还有志气。嘿，你也想，迄个研究的时段，时间啊，一年了1亿，遐济当要了足1亿，了最几啊10亿。哎呀，你迄个，你若无诚心，啊无刻苦耐劳，无去甲朋友好好解说，3分借你1条钱。是。所以研究虽然是真艰苦，但这条路拢行过。哦，这是拢行过。真正吼，刻苦耐劳这条路有行过吼，才知影这个创业的辛苦啦吼，啊一直行到40几档的今仔日啦吼，今日非常感谢董事长来到咱节目现场，感谢。多谢，谢谢，多谢，谢谢。石头磨粉合成纸辉煌专利名声头，台湾新界文化新台湾，感谢乡亲好朋友的收看，咱后回再会，感谢，多谢，多谢，谢谢。真赞，真赞。哎，20号公听会，20拜五，这礼拜伫山上，离迄个关庙，关庙，因为遐离开3号高速公路的交流道啊，连日塔离迄个3、5分钟就到位了。啊，伊迄抢遐济价，迄